港湾屏东的消息有潮州不夜城之称的屏东潮州这个过年，这加这个市集，这个农历年也是农历这个围炉的时开始展开，开始进行。这摆扩大为5天5暝，保守估计讲去消费人会超过30万人次。而且这摆是两个单位合作一个面积更较大，上抢市的第一区投标金额有可能超过50万。不过因为去年疫情关系临时喊停，这摆同样疫情又搁有警报，摊商嘛是真烦恼。空气的市集灯火真水，条条街路有真侪人，唔那比实际表演更较精彩。潮州市集是屏东农历过年的重头戏，今年回归扩大到5天5暝，120点钟无休困，陪大家过年。说摊商希望说我们可以延后1天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多一点的一些经济收入。那这个我们从善如流哈。除了比往年加1天以外，今年甲地区的大两个合作一个面积更较大，租金嘛对咧调整。上抢市的是第1和第2区，是伫12路中人潮较侪所在。伊去年做咧得标金额有25万，今年嘛高算会达到50万。以5天增加1天的话，它可能标价的金额说不定会上看到40几万，甚至50万。不过，即马摊商上惊的是疫情来乱搞。已经有备货了，然后你如果再就取消这个市集的话，那些货就变成说就很难处理这样。那个成本那些料都是还是会赔掉。伫过年之前发生同机场清洁公司捐助案，摊商拢真惊会像去年同款临时暂停。丁公所嘛表示会看疫情的状况来做调整。伫过年之前上尾一礼拜会做最后的决定。